2025台南国际龙船锦标赛自5月27开幕，1连5天的激烈竞争，31日进入最后决赛。今年的龙船比赛总共有121队参赛队伍，2792位选手参加。队伍比较去年成长24队，选手成长580位，竞争是相当激烈。市长委替主持闭幕典礼，为今年赛事画下圆满句点。2025国际龙舟锦标赛，今年总共121队2793位选手来竞技。那这个比赛已经告一段落了，但是很多的好朋友，事实上都还在这边流连忘返。你可以看到现场这么多的人，那我想，来台南吃吃喝喝、逛逛走走，不仅看龙舟赛很精彩，但是来逛市集，或者到各个景点参访，然后住在台南的饭店或是民宿，其实都是非常开心的事情。虽然今年台南的龙船锦标赛已经告一段落，但接下来9月到10月，还有真侪年假。黄委替也欢迎大家来到台南旅游，享受美食度假期。接下来9月、10月都有好多的年假，所以都欢迎你来。年假的时候到处跑，很棒。你说出国跟人家人挤人，然后这个坐飞机机场塞车，所以说来台南国旅保证满意哦。为鼓励选手踊跃参与，台南市政府今年特别加码福利，总奖金高达597000块。明年也是台南文化开通100年，有计将扩大举办国际龙船锦标赛，希望会当吸引国际优秀队伍参赛，让明年的龙船比赛更加精彩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